去通过挂机车票平均要起2成搭，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起150块，起到975块。中国手存入地下钱庄，叫台湾的军警摕加密资料来堵潲，有3个官兵互拐去，拢互检方起诉。Trump 宣布要接管加沙地区，可能会派军队，建议巴勒斯坦人永远离开，去别个阿拉伯国家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艺人大 S 为着流感，伫咧日本过身，也引起民众对流感的惊吓。国内有不少人是抢要注疫苗。根据统计，昨一天公费疫苗就注73000剂出去，目前是干那剩9万多剂。若最近网络是有人咧假讲出国进前爱加买一寡抗病毒的药啊，若无爽快就会当食。提醒乡亲，这药啊唔通乌白炖，嘛唔通乌白食，身体若出问题，电倒害。民众沿台中市中西区卫生所外围咧排队，人真是拖几20公尺，拢是要来注流感疫苗。要出国，用晒快注啦吼。嘿，较保险。那台中、高雄一寡诊所嘛出现赶要注流感疫苗的人，早起较无8点多人来挂号。我刚刚打去大医院问，自费跟公费都没有了，下个月要去日本。48岁艺人大 S 市议员最近去日本佚佗，因为得着流感来死亡，引起民众对着流感的惊吓。若赶要注流感疫苗，最近嘛乱糟糟，甚至网络流传有医生建议民众出国进前会当自费准备流感抗病毒的药物。对此，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初5下晡召开记者会警告讲，民众千万唔通乱囤药、乱食药，因为一般人无法度辨别家己是毋是得着流感。若家己用药的人伤多，病毒可能会有抗药性，而且若是囤药，可能会影响到需要用药的人。那如果今天大家都囤药的话，会排挤到真正需要用药的人，他会找不到药物可以用。另外，专家嘛建议政府应该参考欧美等先进国家。采购有加做这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假做60个以上时代的公费疫苗，保护效果会较好。他打疫苗的人，打这些疫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包括心肌梗塞，包括急性心衰竭，它的比例都降低了。好，那至少我看了很多研究报告，至少都有3成以上。佐剂或是高剂量的一个流感的疫苗的一个效益评估，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在做效益评估当中。疾管署强调，加做这高剂量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已经向医药品查验中心 CDE 提案，协助分析成本效益。也若公费流感疫苗，随时注的人国在冲关，全国一天注73万剂。目前敢若剩9万多剂，自费流感疫苗是阁有40万剂，民众若需要会当去问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寒流减少，这时的温度有淡薄回升。不过拜五会阁有一阵强烈大陆冷气团到台湾，可能嘛是寒流的程度，而且影响到拜六礼拜，时到中部以北是剩8度尔尔，北台湾会落雨，这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伫寒流减弱了，太平山园区内面的冰霜慢慢消融，淹谷伫树仔顶也是一寡暂时。真侪民众去山顶耍。自拜三日时开始，各地地渐回温，伫大台北早起也阁看到日头，淹过过头了，水汽会变多，会转做无稳定的天气。自拜五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寒流来，温度会一直降。中部以北低温会到8、9度。冷空气的影响之后，礼拜六的温度是很明显的下降许多。那预估在最冷的时间会落在礼拜6到礼拜天这段时间，温度相对是比较寒冷，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要若拜四开始，北部、东半部也有东南部的山区，拢有短暂转雨的天气。自拜五到拜六，雨区会变大。桃园以北、东半部加西半部的山区拢有雨，而且也有冷空气来，所以感觉是湿过冷。一直到后礼拜日，北部、东半部的天气拢无稳定。离北部关山也有机会落雪。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在这个大概2500到3000公尺以上的话，山区才有可能有一点点飘雪的机会。专家讲，这边的冷空气将会达到寒流的顶级。自后礼拜开始，也无看到有冷空气落来的趋势。但是即马季节已经进入春天，所来天气系统变化真紧，民间族群也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中国出头了，甚至是透过咱台湾的地下钱庄试探军情。有台湾人听中国的指示，开一间地下钱庄，上准台湾的军人，叫因提机密资料来堵销。目前拢总有3个外宾互拐去，包括钱庄业者的小妹，嘛去互检方起诉。有地下钱庄涉嫌吸收现役军人，渗透空军雷达站。桥仔头地检署负责侦办，掌握姓黄的查甫人收到一个叫做用过的中国查甫人指示，伫台湾开地下钱庄，伫网络顶细野放款的广告，调控上准管要用钱的现役军人。若是中意的价，再搁诱拐官兵交付机密资料，会当堵销领奖金。总共有3个空军地群的军事官方吸收，包括空军7连队弹上尉、2连队弹上士、雷达中队吴上士，牵涉泄露汉光演习、定地部署等机密。那么少部分人因为利欲熏心背叛国家，这些行为啊是令国人不齿，也必须受到唾弃的。国军也会持衡的反情报教育跟速谍的专案清查。哪些人会出入不良场所，会接触到相关的诱惑甚至于被掌握了小辫子，从此为中共所用哈，他们都有一套的模式。检方按2023年12月到2024年9月之间，借用3届41位的搜查行动，目前姓黄的主嫌在逃无到案。检方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这等罪，起诉嫌犯的小妹各3个军事官。国军这几年定来发生中国间谍案，中国的部署真多。去年嘛透过公庙黑社会吸收现役军人。要求请军方提5000支去导航的深圳影片，用机密文件换钱。军事专家分析讲，中国透过低成本的渗透行动，吸收欠钱的国军基层干部，除了探军情嘛，打击国军形象。他可以布很多网嘛，然后这边收集一点，那边收集一点，然后他回去再整合分析，这样一定也有相当的情报价值啊。那你刚刚说这个成本很低，的确啊，这个成本不会很高啊，几万块、几十万。我看上百万的都不太可能。李委员认为，国军政战人员应该要注意官兵的财务状况、生活习惯，敢有出入不良场所去当作目标。专家嘛呼吁要加强保护宣导，广播回应讲会加强反情报教育，缩减清查。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有台湾的网青也讲，国内有20万人领中国身份证，而且伫咧台湾都有所在会当办。经过内政部的调查，目前约谈30外人，已经注销3个人的台湾户口。若全台湾确实是有3间到5间的公关公司咧，甲人代办这寡中国身份证。李东宪还有苏施恩，他们2个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已经拿到了中共的身份证了。网红北上进前讲，台湾有20万人领中国身份证，而且伫台湾也有申办据点，引起讨论。伫经过调查了后，内政部长刘世峰指出，这下北中南有3到5间公关公司协助代办中国身份证。我们发现到说，北中南都有所谓类似的公关公司或是咨询顾问公司，在帮忙人家办，那我们再查，看他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概有3到5家左右。到底有偌济台湾人有中国身份证？刘世峰讲，网红数字有点含糊，目前约谈30人左右，而且一共3人被注销台湾户籍。台湾的户籍跟住在中国的户籍是互斥的，所谓的户籍是你的居住所在地，另外一个国籍的部分也是互斥，所以呢，这2个呢我们都会查哈。那有确定清楚的被取消户籍之后，他可能接着下来，他在台湾的健保，或是台湾的这个国籍，或是他的旅行文件，我们就会分别通知外交部跟通知卫福部。刘世峰表示，民众若被发现有相同户籍，内政部会问要保存倒一个，原则是干来用一个，尤其是民事代表，若无伫期限内底回答，就照咱的法律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火车的车票钱30年来是毋捌起价，不过台铁的董事会通过决议，平均是要起26.8趴。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车票是为824块起到975块。若准是坐底道用 T-Pass 通勤的旅客是袂受影响。30年无起价，火车票即要起价啊！初五下晡，台铁董事会经过2点外钟讨论，最后决定以合理的利润0.36%计算，加上愈远愈减价优惠做法，董事会同意平均票价起伏来到26.8%，超过1年票箱收入应增加47.15亿。公共运输其实很多
大家如果觉得票价太高的话，他们就会搭其他的。我们也不希望企业赔钱嘛，对啊，我们其实多个一点钱，其实也对我们来说，其实不会影响到生计啊。新方案试算底图的台北到邦桥区间车票价由即阵的15起到22，我郡台北捷运同区间的票价25块，不过使用 T-Pass 的通群组无受影响。台北到台中自强号转375起到501块，台北到花莲起价了后，我郡600块，北高自强号由824块调到975块，票价也是在1000以下。1到3月的平均每日大概13.58万，没有调整之前呢是大概5.68亿。假设调整后呢，会增加2.8亿出来，就是政府要补贴的是大概2.8亿左右，并没有调到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票价是处于合理，而且是能够来跟我们运输成本打平的话，只是让交通部对于台铁有票价调整需求有个交代而已。台铁产业工会认为讲，根据立法院核定的台铁票价公式，合理投资的利润率是3%到5%，烦恼最终通过是以0.36%计算方案，对提升整体收益效果有限。工会也呼吁，除调整票价加资产开发，再增加收入的做法以外，嘛要思考提悬现场员甲台务，才法度甲人留掉咧，避免因为欠人而影响营运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哈马斯参详停战来到第2阶段。即阵美国总统 Trump 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举办记者会 ，Trump 宣布要接管加沙地区。伊讲加沙地区因为战争已经拍甲密密麻麻，无适合搁住人啊。建议有路无找巴勒斯坦人永远离开，上好是拢送去埃及、约旦，搁有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是搁较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卡达一寡阿拉伯国家。Trump 搁讲可能会派军队去到当地协助战后重启。嘛要甲哈马斯的势力隆重清除。Trump 挺以色列挺到底，若真是安尼做，就会拍破美国几纳10年来政策。最上欢喜的当然是以色列啦。一个这场记者会，纳坦雅胡的喙角看起来是特别忍袂住，强要笑出来。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特别将针对加沙走廊停火的情景和结束战争这议题会面。纳坦雅胡嘛变做川普第2个任期拄就任以来第1个访问北京的外国领导人。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And be responsible for dismantling all of the dangerous unexploded bombs and other weapons on the site. I don't want to be cute, I don't want to be a wise guy, but the Riviera of the Middle East,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so bad, this could be so magnificent. 虽然讲中东有真侪个进程都已经讲完，但是川普嘛是建议讲加沙伫中间的期间，伫加沙以外的所在定安置巴勒斯坦人，而且用永久这个词。采访记者这个时阵，嘛翕到纳坦雅胡的喙尾翘起嚟，干那在笑。If we can get a beautiful area to resettle people permanently in nice homes and where they can be happy and not be shot. Our homeland is our homeland. If part of it is destroyed, the Gaza Strip, the Palestinian people selected the choice to return to it. We should be respecting the selections and the wishe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伊讲川普阁签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而且停止向联合国禁当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伊认为联合国必须要做更加好。川普伫第1个任期的时阵，就捌以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有偏见，无法度有效保护人权做理由退出人权理事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扣一成的关税，中国这边也同款加扣税来反制。这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是愈来愈热的。美国甚至宣布讲，中国和香港寄来包裹拢要暂停接收。美国对中国加扣10%的关税了后，互中国决定为7日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行动，会对美国进口的原油、农业机械、皮卡车，甚至是煤炭、液化天然气等等，加扣10%到15%的关税。另外，还会对电子产品、军事装备、加太阳能板等等相关25款真摊的款的金属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外界预测双方会透过电话会谈讨论一直升级的新的中美贸易战。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无着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Any update on when you would speak to President Xi? No, we'll speak to hi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m in no rush.
对于新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上海居民烦恼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影响真大，时间若久会引发中小企业员工收入减少，生活条件变坏，才会连锁反应，中美关系嘛继续恶化。好的，因为它也不光针对中国，它对中国以外的刚才说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它的国际关系也会变差。所以我想最好是能够有没有办法，就是两边走一个合作共赢的路线。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反制措施真有限，会当看出中国想要甲川普做谈判，来避免全球两大经济体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中国嘛想要借此来拍开过去欧美对中国的技术甲贸易的限制。Trump may still actually introduce more tariff to more countries, or some of them could be the traditional U.S. allies. Then China may actually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divide the West, or basically the U.S. alliance, in terms of breaking some of the tech or trade blockades that it may fac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美国邮政管理局 USPS 在加强中国关税同一天暗时嘛宣布，除了批甲特定的重量包装的定价收费报告以外，即时开始会暂停接收为中国甲香港寄来报告。外界理由这甲中国宣布反制措施有关系。公司新闻台董朋友。瑞典的中部一间成人教育中心发生枪案，包括凶手在内，上部有11个人死亡，几内人受伤。警方表示，应该不是恐怖攻击，凶手犯案的动机要搁爱调查。那瑞典总理表示，这是当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枪案。在北欧的瑞典，正罕的发生枪击案，虽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西边200公里的城市俄勒布鲁，随即中道对这座成人教育中心造成严重死伤的枪击案，定件过来话。En kille bredvid mig, han fick skjuta här i axel. Så han blödde så mycket när jag tittade bakom mig, så det var 3 personer på golvet som svimmar och blöder. Men alla var chockade. Alla säger bara gå ut, gå ut.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警方的讲法，警方甲嫌犯有互相开枪，不过警方无讲枪手用什么武器。对于媒体报道凶手自杀，警方也无证实，并且要求大家伫咧警方调查时阵，唔当要枪击案的过程，甲凶手犯案的原因。Han är för polisen inte känd av oss sedan tidigare och har ingen koppling till något gäng. Utan vad vi tror är att det är en ensamagerande gärningsperson. I nuläget så känner vi oss tryggare med att fler attentat inte kommer att ske. 警方讲，案发现场正乱，损害正严重，对外界正关心死伤的情形，所以对外报消息时阵正谨慎，因无法度提供确切的数字。也过甲记者讲，死者内面包括枪手。这个成人教育中心专门收20岁以上成年的学生，提供因小学甲高中的课程，也有针对移民的瑞典语课程，有职业培训，而且也为身心障碍人士开课。在瑞典，教育单位机构的枪击暴力事件正罕见，这件代志定惊规个欧盟。布鲁塞尔官员对这件案件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死伤表示正愤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OpenAI 执行长这礼拜去亚洲访问，宣布要和日本软银做伙开新公司。最近中国界空机器人 DeepSeek 有影是假笑，让 OpenAI 嘛宣布要和韩国的网络公司 Kakao 合作，做伙开发 AI 产品。另外，日本甲韩国拢会参加美国5000亿的 AI 基础建设计划，加强 AI 联名。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测试甲南韩行动通信上大的公司Kakao执行长电信下出席记者会，说明未来上好的合作模式甲环境。提供电商、行动支付甲手机游戏服务的Kakao行动通信业务伫南韩的市占率高达97%。不过 AI 整合开发选择伫对手 Naver 后面，这摆甲 OpenAI 合作计划打造全新的行動通信版圖。But I think we have a shared vision for what AI can do, and we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AI and messaging. I think there's a really rich thing to explore there that can improve the experience a lot for users. 这是奥特曼这礼拜宣布的第一件跨国合作案，车上伊甲日本软银创办人甲执行长孙正义宣布成立合作公司，双方有50%的股权。软银每年也会针对 OpenAI 产品开发投资30億美金的資金。最先端のね、今人類の最も関心のある最先端の技術で、しかも世界に類を見ない完全統合のですね、データによる企業内のこの超知性
これを作りに行く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奥特曼的亚洲行成绩真好，目前除了两家合作案件也摆回日本首相就瀑布，加一含两个科技业代表，随去会访问印度，联赛跨国合作成果，目标好多出来中国开讲机器人 DeepSeek 冲出头。美国的 Stargate 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计划邀请 OpenAI 在内美日韩科技业加入，目的是拼 AI 产业的国际优势。奥特曼伫首尔指出，南韩企业也是 Stargate 的重要贡献来源。另外，跨国合作的细节，奥特曼无透露新规则。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根据国际天文机构的观察，去年底发现的一粒细粒星星2024 YR4，因为伊测的轨道和地球公转的轨道是相反的。这粒小行星可能会伫咧2032年会正挖进地球，有1.2%的几率可能会直接甲地球相撞。2024 YR4是伫2024年12月27，由小行星陆地long极持续警报系统首度发现，并且有各个天文学家一直以天文望远镜追踪，经估计寸长伫40到90公尺中间，相当是半个卡球场左右大小。由这粒小行星运行的轨道甲地球公转的轨道相似，当时估计平均每4年会接近地球1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评估的long极危险指数是负的0.53，也是讲必须动员所有应用的天文望远镜来收集2024 YR4相关的数据。We quickly saw that the object was, let's say, having impact chances with the Earth in December 2032. The impact probability that we are assessing has been changing from day to day, and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is daily update with new observations. 根据专业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所引用天文学家同同年的评估，2024 YR4尾啊会以亲像真挖伫地球的方式通过地球附近的太空，所来远离地球。要毋过这只是现阶段有估，即阵小行星才伫远离地球，下摆接近时间是2028年，到时阵才有法度来做更加进一步的观察。Space.com 的报道指出，2024 YR4的寸长大约相当伫1908年，伫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发生空中爆炸的迄星球。根据估计，当时爆炸威力相当，光到原子弹13000外倍，造成8000万丛的树仔拢烧了了。因来2024 YR4可能撞击的地点，均有估是对南美洲、大西洋到非洲的下撒哈拉地区。不过，专家认为讲，这粒小行星进入大气层发生空中爆炸，甚至撞击地球的机会依然是增加。上界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通过接近地球的太空，所来就远离了。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梁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